其實你當之前可唔可以用下腦袋去諗清楚呢？你咁有經驗，稍為你去思考下，你都知有問題啦，係咪啊？上網條條片都教你點樣揀一間唔會爛尾嘅公司，不過你有冇留意到？但係從來都冇人教你點樣做一個合格嘅顧客㗎喎。想知道點樣先可以做好自己去避慳？就係你可以幫手諗。咁就要睇到尾啦。我用真實例子答你。仲有啊，睇之前麻煩幫手俾個 like 先啦，因為呢條片係漏夜剪㗎。近期有單嘢好 hit 㗎，叫裝修丁蟹。成件事係講一對夫婦揾屋村商場裏面嘅鋪頭裝修，諗住間鋪頭係做街坊生意，實冇死啦，斷估都唔會爛尾嘅，所以就幫襯咗啦。屋主幾小心都好啦，最後都係爛咗尾。事後連東張都有報道㗎。呢單嘢係一個好好嘅反面教材，所以等陣間我都想講下。不過而家返返去呢個單位先。即係由呢一度去到130度啦。我最近接手咗一個單位，業主係一個裝修經驗無數嘅大老闆，成個過程我哋都相處得極之融洽，最後仲可以完美起貨添。雖然大家可能一生人只係裝修一次，未必即刻明白大老闆嘅思維，不過唔緊要啊。我會將我同佢相處嘅所有細節毫無保留咁講晒出嚟。我敢肯定，從來都冇人用呢個角度同你講防止爛尾。呢條片一共有5個 tips， 記得睇到尾啊！第一，佢開會前已經做好晒準備㗎啦。上下。唔係橫擺直擺，兩個都直擺。寫晒清單，好清晰咁話俾我嚟知佢想要啲咩效果。其實佢嘅要求都唔簡單㗎。我要擒高擒低咁揾答案，可能因為佢全程都好友善。可以大嘅，可以大。睇返 payback 先知道自己當時係咁投入。最犀利嘅係，佢只會講出佢對生活空間嘅要求，但從來都唔會教我點樣做設計。因為佢好明白，佢而家係出緊錢買緊我哋嘅專業，而唔係買個聽話嘅夥計返嚟。正正就係呢種做法，令到我哋做嘢順暢好多。都係跟佢嘅意思去做，咁做完翻嚟安裝，可能我估唔知係咪同佢自己嘅想法有出入啦，但係而家變相就係將個責任全部賴晒我哋咯。其實去到呢個位真係有排拗㗎，我哋要搞清楚一樣嘢，呢個工程係純工程項目啊，定係設計及裝修？如果講到明係有設計嘅話，裝修公司就唔可以完全話唔關自己事啦。倒返轉，如果講到明唔包設計嘅話，個責任就喺屋主嗰度啦。畫面跳一跳去裝修過程啊！下次台面石我做錯咗啊！呢個位我漏嗰條擋水未做，即係好似主持咁樣。Hello 啊 Jack。仲要俾客人發現先過我。其實當時我都幾面懵㗎，不過唔知點解客人會倒返轉頭安慰我。一間屋有咁多個項目要做，我好理解喎，錯好正常啫，整翻咪得啦。換轉其他業主可能已經插咗你先㗎啦。呢啲高 EQ 嘅反應，我知道唔係咁容易學，不過你要記住，你目的係想做好間屋，而唔係鬧人。其實你當之前可唔可以用下腦袋去諗清楚呢？你咁有經驗，稍為你去思考下，你都知有問題啦，係咪啊？我知道我冇資格教 Alan 太太忍呢啖氣，因為呢間裝修公司嘅手工真係有啲曳。暗嘅係咩意思？呢度就攞半個頭出嚟，跟住呢度又係啦，又啡又黑又藍又水。呢啲咧就係批灰問題嚟嘅，就係你批完灰之後，你呢度冇打磨好啦。點都好，大家記住目標為本啊！Hello 啊 Jack。Jack。Hello。就算投訴，其實個開場白都可以咁溫柔㗎。當然，我而家義無反顧咁做翻條擋水俾人啦，因為真係自己衰咗嘛。第3點，責任自負。其實現場已經開緊工㗎啦，所有物料1個月前已經定晒。大老闆同其他小業主都一樣，都有三心兩意嘅時候。佢突然間想改廚房嘅瓷磚，如果係平時嘅業主呢，都會擔心咗自己嘅荷包先嘅，正常都會側側膊，
唔會問你訂咗料未。但係換轉係佢呢，佢第一時間就關心我哋使唔使加錢同埋補翻時間。將心比心，如果俾你遇到一個咁好嘅客，就算已經訂咗隻料返嚟，你都會想盡辦法同佢退或者換咗佢啦。好啦，講到錢，其實我呢張單係點樣攞返嚟嘅呢？響線下，我哋公司一直都係做開 referral 單㗎，即係我幫姨媽姑姐裝修完，如果覺得我幫到手嘅話呢，佢就會將我介紹俾佢侄女。我哋呢個行業一直都係咁運作㗎，直至 social media 嘅興起之前都係咁。因為熟人介紹關係，佢一早已經清楚我收費範圍係幾多㗎啦。直至開工前一刻，佢都完全冇問過佢屋企裝修要幾多錢㗎。講起報價單，昌哥嗰邊都有意見喎。話報價單有問題，有問題咧就譬如呢份咁樣啦。佢呢份個付款就係確認工程發票付10%咧，即係你簽單嗰下嘢俾10%先啦，跟住清拆完成就付3%啦，即係打咗卡之後就俾4成點咗，呢階段都合理嘅。計我話付款方式都係你情我願嘅啫，唔知大家有冇返過大陸訂家私？幾乎間間鋪頭都一樣，出貨前就要收全數，但係點解個個都肯俾嘅呢？原因係因為你需要佢多過佢需要你咯，幾乎係香港嘅6折。講真係好難抗拒㗎。如果都係唔明嘅話，我試下角色交換，舉多一個例子俾你睇。呢間大屋應該好多香港人都識㗎啦，因為個 job 大，其實個 payment 方法可以倒翻轉頭係個客話事㗎，就算幾唔合理都好，倒翻轉你只可以揀做或者唔做嘅啫。講到底都係信心問題。水電間隔搞好，上去望下先。喂，有一個問題，點解佢嗰陣啲地板可以離牆離咁多嘅條罅？仲有因為油漆師傅話佢眼水唔好，所以叫我上嚟幫手望下。呢度冇我嘅事，可以走先啦。終於完成啦！一個1600尺嘅單位，大概做咗4個月。不如都喺度講埋防爛尾大法第5點啊，就係吸引力法則啦。網上好多片教你點樣防爛尾，搞到好多業主一開始裝修就帶住一種驚俾人呃嘅敵對心態，成日都懷疑師傅有冇偷工減料，結果搞到雙方嘅磁場極之緊張。連自己有份將個工程推向爛尾方向都唔知啊！相反，呢位老闆由頭到尾都釋放善意同信任，佢嘅正能量磁場反而會令到所有幫佢做嘢嘅人自發咁樣做好件事。你用乜嘢心態去對待人，就會吸翻一個點樣嘅結局返嚟。可能你會話吸引力法則好唔科學喎，其實你成日用電話搜尋裝修爛尾，
演算法就會將啲防爛尾嘅內容推俾你。呢個時候，丁蟹只要買晒啲關鍵字，咁你就會自動送上門，成為人哋嘅囊中之物㗎啦。翻轉頭講返個設計，我將個熱水爐搬離開咗個廁所。本身屋主諗住收響假天花上面嘅，不過咁樣做就要降低個假天花啦。呢個設計靚係靚咗，不過同時間有問題產生㗎，就係熱水爐有機會滴水啦。所以我哋要做多一個水兜，預防呢樣嘢。嚟到下次有一樣嘢想介紹俾大家，就係呢一條6mm唔夠嘅穿明啦。佢係 T 字款嚟㗎，仲可以做埋遮醜添嘅喎。你唔好以為起貨啦，邊有咁簡單啦？未用過就要拆啦。清潔嘅前一日，屋主話想加多個洗碗碟機喎。呢個位600闊多少少，又近星盤，喺呢度㗎啦。Hello啊 Jack 啊，Jack，Hello，Hello，冇問題，搞掂。